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9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迷途知返，要读耶利米书50章1到46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我的子民像迷了路的羊，他们的牧人使他们在山中迷失，从一个山岭流落到另一个山岭，找不到自己的羊圈。耶利米书50章第6节。经文在描述先知预言巴比伦将灭亡，上帝要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对付巴比伦，并且再次责备巴比伦。拜高科技之士，现在的导航系统做得越来越精准，但还是有失误的时候。有一次，我选择了目的地，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设定行车模式，结果呢，把我带到荒郊野外的山中小径。刚开始觉得应该有路通往目的地，结果越走越偏离目的地。这时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赶快回转，寻找回来的道路，重新设定好进行的路线，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在耶利米时代，巴比伦虽然强大无比，但在神的眼中，它只是列国之一而已。其次，这吞灭列国的巴比伦虽然盛极一时，但最终也要面对耶和华的审判及灭亡的命运。对于上帝的百姓而言，他们四处漂流的时期结束了，是归回家园的时候了。巴比伦的灭亡带给我们反省。先知把以色列形容为一只被猛兽穷追的羊，因着他可怜而引发上帝的悲悯，以至于耶和华从欺压他们的人手中拯救他们，带他们回归故土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把他们的罪给赦免了。相信对那些受尽巴比伦凌辱的百姓来说，巴比伦落得如此下场，的确大快人心。在铁蹄下生育的百姓，终于可以重见天日，重获自由与新生了。他们也有了出埃及的经历。对于犹大人来说，这重生的经验更是宝贵无比。到底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，反而在历史的舞台上为犹大伸冤。巴比伦的灭亡起了示范作用，一切向上帝狂妄的，不论是个人或是政权，都必然被上帝的公义所胜过。然而，因为上帝的慈爱，虽然以色列背弃了上帝，上帝却没有离弃以色列，没有离弃犹大，而等候他们回转心意，归向自己。我们来默想，从巴比伦的灭亡，你看到上帝怎样的作为？对你有何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求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恩待我，
当我迷途知返时，接纳我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